乡亲啊，继续是业界的消息。来看这个梁朝伟讲有带社会行公证，都是会伫社交的场合出现着惊讲甲焦虑的情绪，但是有影也无咧。讲这个梁朝伟哦，每一届若甲太太刘嘉玲参加活动的时阵，总是徛伫个太太的后壁。啊，进前刘嘉玲就捌野了，讲梁朝伟若去看电影会买3张票，都是边仔无爱有人坐。佮讲梁朝伟会因为突然间想要试婚照，就买机票飞到法国的巴黎，暗时再佮飞回来香港。最近梁朝伟接受到媒体访问，亲口来证实，讲以上的传闻拢是真的。可以。第一个。各种爱的心，梁朝伟甲这个刘德华为了新片正骨力宣传，面对每种要求拢正配合。伊向被笑讲有社会恐慌症的梁朝伟，伊亲身证实了几个伊本人的传说故事。还说你会飞到巴黎喂鸽子，是真的吗？对，曾经有过。我这是第一次证实哦，曾经有过，就真的就说买张机票去喂鸽子再回来。对。梁朝伟会为了想想要试婚照，临时买一张机票飞去巴黎，迄暝佫飞转来香港。梁朝伟为讲煞，安尼人无啥自在，一直望伊的骹头有，这为一个讲煞，和这个物色的刘德华嘛真意外，总是甲人群保持距离的伊，要有这件代志。您看一次电影要买6张票，这是真实的吗？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就买3张而已，就希望旁边没有人。强调讲，唔是6张票，是3张票。佮讲边仔无人就会使，头前排有人无人，伊拢无要紧。抑过最近几年来，全世界的流行 MBTI 16型的人格测验，梁朝伟伊无承认伊是必须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爱，跟我熟悉以后，其实我是挺健谈的。为一个讲煞尔，梁朝伟就笑甲真爱叫，说咧手甲骹拢无啥自在，肢体语言和网友呢真爱笑，讲伊身躯真诚实出袂家己，其实公开活动的时更加看会出来。出席活动，梁朝伟总是对伫因某的后壁，当媒体伫翕刘嘉玲的时，大家嘛看会到这个梁朝伟倚伫边啊，看起来真不安，连面看因某，连面又搁头咧咧。这个影帝甲因太太刘嘉玲比较起来，个性真的是完全无同款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